在荡生，有些凋零了。秋过冬来，冬尽，冬的尽了，温暖的日子不远了。有些什么不动了？那个有些不动了，是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，他不见了，就从此被唤醒的一群青年们在这里守护这个传统领域，成为今年阿妹斯音乐节在这里开办，这么样的隆重，这么多的好朋友可以亲择这个土地的芬芳，感谢阿财留下了这一切美好。让我们可以坐享这一切的美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这支笛子在今年的4月6号，我踏在这个土地上，然后在这里守住了这一支笛子，为阿财献唱了刚刚那个诗。感谢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，见证了这一切的美好。这一支笛子就要预备要送给苏米恩。我不知道苏米恩可能在很远的地方，如果他已经挨近了，他可以靠近我们，他可以轻轻的在这个竹篓里面来取这一支笛子。这个地方是美丽的都兰比，美丽的都兰比，当然从这个土地里面孕育了美妙的歌声。都兰比，接下来全世界最惊叹的乐器叫用鼻笛来演奏的。全美阿美族的人口20几万，所以这一个鼻笛手用最年轻的生命，用自己的气息吹奏阿美族的歌，来呼应土地的爱。今天这首歌要用鼻笛来演奏，鼻笛是全南岛民族共有的乐器，但在台湾还有4个族群拥有。如果各位你记得，告诉我，老师我知道答案，我会送一支笛子给你。阿美族以外，有排湾族、有卢凯族，还有邹族，请记得哈。这位演奏鼻笛的年轻的、年少的生命，是全球阿美族最会吹鼻笛的小女生，今年是国小6年级，给她掌声鼓励。